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21号。这一期咱们聊聊外贸，聊一聊2024年的外贸成绩这个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刚他1月16号发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文章，建议华盛顿的官员们用一下中国制造的电饭煲，这种经验可能有助于他们充分了解他们对华政策与现实的差距。文章说在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近7年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24年接近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据。华盛顿战略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他们对中国制造业的反复攻击以及重组供应链的努力正在被瓦解，进一步通过加税来打击中国商品，效应也会越来越弱。文章用电饭锅来举例子，他说20年前，中国的电饭锅价格约为20到30美元，质量一般，功能相当有限。它煮饭还不错，尽管有时会失控，饭有点硬，或者底部出现一层锅巴，但因为它很便宜，美国和全世界的消费者都不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制造的电饭锅开始升级换代。现在，如果你去沃尔玛或亚马逊，会发现中国电饭锅不仅价格实惠，50美元到100美元左右这个价位它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智能温度控制、可编程定时器和不同类型米饭的香气设置。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质量已经完全赶上了并超过了以往的国际高端品牌。近年来，中国电饭煲在全球及美国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电饭煲出口量达到了5700万台，美国是领先的单一市场出口目的地之一。这背后是什么？是中国制造的全面升级，包括芯片，电饭煲里也有芯片。说中国工厂不仅拥有显著的规模优势，而且还在不断投资于技术研发。一些中国电饭煲现在使用自主研发的感应和加热技术，从而烹制出独特而芬香的米饭。有的电饭煲还可以满足特定消费者的特定需求，比如在美国市场上，电饭煲大多有烤面包和烹饪各种谷物，也就是那个燕麦等功能。正是这种为市场定制的能力，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并引导中国制造业不断的走向消费趋势的前沿。文章说电饭煲发展只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说中国的出口数据揭示一个重要的趋势。虽然中国的出口曾经以服装和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但这正是迅速发生转移，现在出口更多的是高附加值产品。这位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丁刚显然他捕捉到了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近万亿美元，而且这个是在打了7年的贸易战的情况下。高级研究员很遗憾他只看到了一面，而且他看到了这一面恐怕还有问题。他看到了中美的贸易逆差也就是中国叫顺差1万亿美元，也就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东西，然后我们卖给美国的东西，把它一减，我们多卖给美国1万亿美元的东西。这个数字如果你单独看，那确实非常令人震惊而且这个是美国对中国加关税7年贸易战，居然顺差是节节攀升。但是这位研究员他没有仔细的看和研究这个贸易数据，对吧？至少可以说你不仔细研究的话，你是看不明白这个贸易数据的。如果你只看表面现象，那你一定会犯糊涂。这个数据本身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你不仔细看，你发现不了。2024年我们的外贸进出口总值也是创历史新高，顺差达到了1万亿美元，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就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就这么高的一个顺差的峰值。但同时另外一个重要指标与这个亮眼的顺差1万亿那就针锋相对了，那就自相矛盾，有点难以解释。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增加。截至2024年12月末咱们国家外汇储备总规模是 3.2 万亿，2023年底外汇储备是 3.24 万亿，就基本持平。
我们的外汇储备或者外汇的结余并没有多，所以这个数字你就很难去理解。我们通俗的说啊，你出口东西，你往美国卖东西，你回来的都是美元呢，或者往欧洲卖的就是欧元，往英国卖的就是英镑，那这都是外汇。你顺差这么大，就是往出去卖的东西多，买回来的东西少，那你收的外汇多，付的外汇少，那你是不是外汇就有结余，就有增加？但是我们2024年顺差1万亿美元，理论上我们多收了，我们赚了1万亿美元，但是我们的外汇却没有增加，钱去哪儿了？企业的会计啊，应该对这个了解，就是你要搞个企业，对会计有了解的啊，你应该对这个容易去理解。我们把国家当一个企业，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大的加工厂，我们从全球各地买进原料，买进能源，石油、天然气，这是要采购，这要花钱的。然后我们生产的产品卖出去，产生的利润，在企业叫利润，在国家层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外汇。不要去看人民币，这个时候人民币就相当于企业内部发的这个代金券，或者是各种购物券。好，企业出口这么多产品，对吧？进口那么多原料，账面看盈利1万亿美元，但是这个钱不见了，现金流没有，这不按理来说这个钱应该趴在你的账上，结果到年底一看啊，2024年年底和2023年年底，这个趴在账上的外汇啊，都是3.23万亿美元，没有变化。那我们赚的钱去哪儿了？一般的啊，一个企业它有这个几种去向。企业说我今年赚了1亿人民币，但是我账上没有1亿人民币怎么办呢？那我这1个亿实际上我买了资产去了，我去哪里买了块地，准备盖总部基地，对吧？我这个1个亿啊，里面有很多钱去招这个高精尖人才，或者去采购生产线，甚至我这1个亿我看好有一家 AI 公司，我投给他5000万，你看1个亿就这么花出去了。有很多客户的项目不错，我也参与一下，我就把这1个亿啊拿出来，一般的钱都是这么出去的。所以你看啊，企业虽然赚了1个亿，但是账上并没有1个亿花掉了。那具体到咱们这个外汇，谁也说不清啊，因为他公布的数字就是2024年和2023年都是3.23万亿，差不多。所以说具体的啊，这个钱去哪儿了，也只有央妈呀和这个财霸，只有他们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他也不愿意让你知道，对吧？你呀也可能没有那个资格知道，或者你也不宜知道，怕你多想，到时候解释不清啊。所以这个账他就要保密，对吧？你问人家，人家也不会告诉你，免得吓着你啊。所以我们呢，只能靠自己的这个经验去猜推测。那我们这1万亿美元这个顺差去哪儿了？第一种可能，那钱就花掉了，对吧？这个刚才企业啊举了例子，你花哪儿了呢？比如说啊，我在格陵兰岛买了锂矿，这也是花呀，对吧？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国家，能源、原料、矿产大量的东西就需要进口，还有我们的粮食也要进口啊，这是一种啊，你采购原料要花钱，买矿要花钱。第二种可能呢，就是刚才说的啊，投资，比如说一带一路，你不要花钱吗？帮助非洲人民搞基建、修铁路、修高速公路，不花钱吗？虽然那个钱是贷款，但是那你的钱也花出去了。对外收购一些优质企业的股权，这个可能也比较大啊，这是。第三个可能呢，那就属于灰色地带了，这个钱呢被某些人给转走了，这个可能性也很大。你想啊，毕竟这个出口贸易啊，有很多钱都是民企私人老板，他们出口，那他这个钱东西卖到国外，收了美金之后，他完全有可能这个钱呢没有回来，就留在当地，这个好理解吧？或者他变相的通过什么手段截留了一部分，就在美国，他的钱就没有回国，没有到外汇管理局的账户上换成人民币到国内，这个有很多企业你也管不着啊。第四种可能性恰恰跟这个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跟这个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丁刚说的相反，那就是利润被吞噬了。就是我们出口虽然很多，但是我们是赔钱的。一个企业啊，卖的东西非常多，现金流还在减少，只有一种可能，它在亏钱，它在降价销售啊。你比如说那个房地产打折卖，所以你看那个万科是不是2024年预亏200亿啊？你看它卖的不少啊，它的现金流压力很大，账上总是没有现金。那具体到咱们出口企业呢？由于这个贸易战，由于这个汇率的变动，由于这个出口退税的变化等等啊，就是跟政策有关，导致啊很多企业出口它没有利润，有很多企业本来它就是赚出口退税的，那企业由于这个政策变化，对吧？导致企业它亏钱，那就拿自己的现金流啊去填那个窟窿，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大。当下的这种经济环境啊，经济形势都不太好，国内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拿现金流啊弥补自己的损失，这个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啊。刚才说了啊，你比如说万科，它就是吞噬
实现金流啊。为什么？要不然这房企越来越难呢？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2024年外贸的顺差是1万亿美元，但是我们账上钱居然没有变化。那这1万亿到底消失在哪儿？我们说有4种情况，也可能有第5种情况。具体说哪种情况占大头，咱们也只能是推测。你比如说跑贸地路，以加藤老师为例，对吧？人家就轻轻松松的几十万美元到了美国，那个就是咱们出口赚的钱呢，那就是外汇啊。你看加藤老师也做了一点贡献，当然了，他这个贡献在10几年前完成的，去年有没有做贡献呢？也有可能，因为他在国内，他在那个什么东城区是什么一个胡同，但是他美国的房子他也交税啊，那交税是美元呢，所以他在国内啊割这个爱国流量，收割这个小粉小红的钱，然后他得换成美金到美国去交那个房产税，这个没毛病吧？所以1万亿美金里面，加藤老师恐怕也耗掉了几千美金啊，这有他的一份功劳啊，这个恐怕也是加藤老师为什么喜欢搞集体啊原因。还有啊，我举例子，就是2024年比较大的一些新闻呢，秘鲁有个叫前凯港，那个是咱们应该在南美洲投资的最大的一个港口，那个要花多少钱？柬埔寨的运河好像现在开挖要花多少钱？还有啊，俄爹的天然气管道西伯利亚力量2号，你不管怎么说，在你国境内的你肯定得花钱的。还有甚至啊，因为你看看啊，俄爹现在穷成那样，我估计他境内的管道他也得由中国要么是贷款，要么是借钱，甚至有可能是你自己投资，你大国来投资在那修，都完全有可能。俄罗斯自己哪有钱呢？西伯利亚2号刚才说了啊，企业赔钱，生产的越多，吞噬的这个现金就越多。同样还是2024年的数据啊，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啊，企业总体利润水平明显下降。2024年1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啊，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7.3%， 虽然降幅啊较10月份收窄了 2.7个百分点，但整体仍然呈现下降态势。这个趋势啊，在全年的数据中也有所体现。1到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4.7%。那这个下降的数据就是咱们规模以上企业啊，利润是在下滑的。这个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所以说啊，造成这个数据的根本原因啊，跟这个大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啊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这俩国家已经进入各走各的路的，两边啊越来越不相干的局面。现在特朗普上台，要求将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所以这个形势啊会发生一些变化。我认为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积极的在出海。你比如说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比亚迪，虽然它出了这个负面新闻啊，但是这也说明咱们很多企业在出海。因为这种啊，从我们这个国内生产，然后往全球卖东西，这种模式啊，以后越来越难走，对吧？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要么是加关税，要么是人家制造业要回流。那为了对抗这个关税，对吧？为了企业的产能啊要转移，所以国内的很多企业要出海。那么它出海，它就要投资啊，建厂，那都要花外汇。所以这个是现在啊，外汇就赚了钱，但是不知道钱赚哪儿去了的一个原因。基于这种分析啊，你跟这个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的看法就有差距。这个丁刚认为啊，他说他们种类和质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例如中国的电动汽车已在许多国家流行起来。此外，从智能手机到家用电器和高端电器，中国产品都在全球市场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呢，也就是你的份额越来越大，实际上意味着它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它只有下降的空间，再也没有办法增长。因为你的份额越来越大，很多国家啊被迫打个引号啊，叫大量的进口你的产品，因为你便宜啊，导致他们国内这个制造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就被迫啊要么像特朗普一样制造业回流，要么就给你加关税，加剧了贸易摩擦。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对功能创新、引领设计和用户体验趋势不懈追求，从满足需求到创造需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如何引领市场。这种能力对其他国家来说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不仅需要技术和规模，还需要对市场深刻理解和对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响应。过去2-3年，华盛顿一直迫使美国厂商重组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例如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度或墨西哥。然而，如果那些坐在华盛顿办公室的决策者们能够访问这些国家，他们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制造商用于生产美国市场终端产品的主要零部件和机械仍然严重依赖中国制造，他们无法全面满足规模、成本和质量要求，更不可能去引领美国市场的消费。为什么我说他这个说法
非常片面的，因为它没有从这个更加全面的、更加宏观的、更加高的角度去看待制造业的这种变迁。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10年前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出差，最喜欢在日本买2样东西，一个就是这位人民日报高级研究员所说的电饭锅，还有一个就是马桶盖。所以你要说什么这个功能引领什么需求，什么制造升级，日本走在前面，你都是在学习。我们现在走的这些路，那日本已经走过了，所以我们要转换观念，日本能走，我们能走，越南、印度它都能走，只是时候未到，对吧？假以时日，人家一样可以这么干。这个不是你的什么核心技术，也不是你的什么护城河。第一批就是说简单的制造加工，比如服装这种技术含量低的已经转移出去了，那这个电饭锅算是稍微有点含量的，假以时日，要不了3-5年一样的会转移出去。我想这个大家能理解。越南、印尼他们现在对那个小家电的电子产品、线路板这些东西恐怕质量把控、供应链管理，对吧？这个都还是稍微差一点。包括印度、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但是假以时日，他们和中国在这个小家电，对吧？这个线路板在这一块的差距，它就会缩小，甚至没有了。反过来，人家比你有优势，那就是人工成本更低。现在你说印尼生产的或者是越南生产的这些电子产品就相当于咱们10几年前我们生产的，价格是便宜，但是不经久耐用。我这个年纪大一点人知道20年前买电视机那绝对是本的，所有的电器都买日本的，因为日本的就说明就是质量保证。早期的那个家电大卖场里面，那都是日本货是最高级的，标志的质量好。那个时期咱们国产的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空调、冰箱价格贵还不说，质量还次。但是你想想，现在你再去买家电、买电视机、买电冰箱、买空调，你已经很难看到日本货。为什么？所以同理你再过10年，你在越南、印尼、印度、美国，你恐怕也看不到中国货。所以这个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他看不到这个发展的趋势，供应链转移、技术转移，他忘记了他曾经到日本出差，要么是为自己买2电饭锅，要么就给朋友带电饭锅和马桶盖子这段历史了。他说中国制造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它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而形成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升级的产业生态系统。他这说的是对的不是一蹴而就。那中国能做到，别的国家同样也有机会做到，也就是你这个有可能会向别的地方转移。大家如果去日本的话，你现在发现从日本买电饭锅、买这个马桶盖子的少多了。无论美国如何努力重建供应链，都找不到满足规模、成本、质量和创新能力要求的替代方案。归根结底，全球的需求是造就中国制造成功的动力，而中国制造也成为引导和创造需求的动力。任何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最终都会抑制全球市场需求，包括抑制美国消费者的需求。所以还是这种思维斗争的观念这根弦绷得太紧，他把任何这种合理的贸易摩擦都认为是针对性的，是打击，是要搞死你。那日本的技术、日本的产业往外转移，那是谁在打击他？谁要搞死他？你看所以这种叫斗争型人格，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的失败洗脑教育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就是斗争。什么叫市场经济这个就叫市场经济。反正最后建议华盛顿的官员们用一下中国制造的电饭煲，这种经验可能有助于他们充分了解他们对华政策与现实差距。这位研究员说不定是已经用了日本的电饭锅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的。但是很可惜他这就属于那种刻舟求剑，没有办法举一反三，没有办法扩散这个思维所以最后他说中国贸易顺差近$10,000,000，美国还在算糊涂账，那咱们在算什么账呢？这$10,000,000去哪儿了呢？能不能公布一下？这个数只有央妈知道，到底谁在算糊涂账？教美国人算账，但是自己的账他不公布。我觉得他应该更关注咱们自己的这个账人美国人那个账关你什么事呢？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供应链是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有的时候它是人口红利，有的时候它是时代的红利。这种优势也有可能因为各国政策发生变化，优势逐渐会消失或者会转移，因为时代在发展，新的形势下有可能供应链真的要转移到分散到世界各地。我们要做的无非是要顺应这个潮流，适应这个形势。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